在三开始，向无敌郎母行3公里，剪刀弓，带弓，3弓，分道弓，带弓，3弓。你讲是不是在前道弓，坤道弓，前面是多少？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讲师还有助理，各位主任，各位讲师，好，各位学姐，大家晚安。我也非常的开心哈，也非常的诚惶诚恐，有这个机会呢，可以在我们这个讲师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堂课。那后续呢要感谢我们的上天慈悲，也是我们师母聊到我们的大悲，我们得到前面的大牺牲，而且我们一手大仙，我们周前人，还有我们各位解团师及各位前贤的苦心栽培，那让后学有学习疗愈的机会。那后学呢，在上个礼拜很仓促，上个礼拜呢接到我们这个助理的电话，我们下个礼拜3下咱学习时间，叫咱的这个班主任来聊一下怎么样去把一个班级呢把它经营。对，那后学呢就也没有多讲什么，就说好后学学习。但是呢，今天摆到新麦在1个多礼拜后学就开始去思考。